咩问题？教咩波客栈，对面话，看有面的到处弄客栈，对面话，面话是客栈，面话是客栈。耶稣带我来，耶稣带我来，带我来，谁懂琉璃节定公来，我落来，琉璃就是好人说呀。琉璃节定公来，定公来，我落来。我落来，有些请代播，人念名路边啦，人。耶稣带我来，谁懂琉璃节定公来，我落来。耶稣带我来那天，是琉璃节，那里这个停工日就是休息日，琉璃料理就是收拾的意思吧。我落来那天。耶稣带我来谁懂琉璃节定公来，我落来，就是耶稣死来的，正好是停工日，就休息天，休息。要煮酒像一阵风筝，飘落遥远的太国地，兄弟天涯两分离，何时才能再相聚？啦啦啦啦啦啦，要祝兄弟在何方？家乡亲人在盼望，啦啦啦。